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得奖的是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圣诞夜奇迹。在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揭晓下，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由公视台语台圣诞夜奇迹拿下。这是台湾儿少节目界年度盛事，2024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颁奖典礼现场，有如金钟奖的指标品牌，希望借此鼓励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制作优质儿少节目，也让更多好的影音节目被社会看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颁奖典礼里面，他更会希望是不只是提供儿少节目，提供儿少有更优质的收视环境，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能够鼓励制作儿少节目的所有的制作团队，因为儿少节目一直是在整个媒体产业当中比较冷门的、比较少人投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更加努力的鼓励这一些愿意投入儿少节目制作的团队当中的话，那相信未来台湾的儿少节目或者是儿少媒体环境会变得更好。这项由民间主办的儿少节目评选活动，今年共吸引了破纪录的145届作品角逐，题材的多样性与制作的精致度让评审相当惊艳。多部作品舍弃以往从上对下固有强加性给予的方式，改从儿少的角度立场出发制作，也获得评审肯定。今年的剧情片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亮眼，而且他们关怀到我们的社会弱势的孩子不管是单亲家庭或寄养家庭那在片中里面，我们看到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样的去面对自己破碎的家庭，他们勇于挑战，勇于面对现实，然后最后终于做真实的自我。我觉得这个是极度的让我们觉得很感动，那也真的是印象深刻。那在非戏剧的类别的，那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你是不是有给儿少多元的观点，是不是以儿少为主角？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儿少的纪实，还有亲子实境，还有儿童的动画片，还有就是这个亲子跟孩子们之间的互动也好，还有益智游戏、任务挑战，类型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影视类儿少评审团奖得奖的是，我们一起念。其中由中嘉宽屏赞助的影视类儿少评审团奖及声音类儿少评审团奖，特别邀请高中、国中及小学生担任评审，从儿少视角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优质节目。连续5年赞助经费的中嘉宽屏方面期盼，借此让国内青少年朋友拥有良好的媒体内容及文化资源。媒体观察基金会是媒改的先驱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媒体改革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儿少的节目，其实最早举办这个5星级儿少这个优良节目选拔就是媒观举办。那这个目前我觉得这个儿少节目对于儿童的发展未来很重要，因为媒体的影响力也很大。那所以中嘉就是已经连续6年，我们就持续的赞助这个奖项。那最重要，我们还 create 一个奖项叫做儿少评审团奖。这个意思就是评审是由儿童自己组成的评审团选出他们最想看的节目那当然这个儿少的评审团也不是随便他想看就想看我们是经过一些教育、一些训练，让他们培养一些基本的媒体评选的概念，才能担任评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年度最佳大众票选奖得奖的是水濑妈妈悄悄话，听小慧说。为了扩大社会大众参与，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更在颁奖典礼前举办线上影音展票选活动。结果由立法人徐巧慧主持的 Podcast 节目《水獭妈妈悄悄话》以最高票拿下年度最佳大众票选奖，让主持4年的苏巧慧相当感动，只说会继续做下去。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可爱故事哦。当时在 Podcast 开始流行之后，那很多人都说，身为这个公众人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来做一点这个有意义的节目？我想着想着，我觉得讲时事已经太多了，所以正好呢，我从小就帮我自己的孩子们讲故事给他们在睡前的时候听。所以如果可以有更多的爸爸妈妈也一起这个有故事可以听，我想应该会能够服务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所以就这样开始了我的 Podcast 讲故事之路。一讲到现在也已经4年，累积了250个故事，超过350万人次的浏览量，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看到媒观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那很高兴我们受到了评审的青睐，甚至更得到了更多观众这么多的支持哦，所以还得到了人气奖。那这真的是一个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经历啦。对，那所以今天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同时也谢谢媒观，能够把我的节目呢当成是优质的儿童少年好声音的节目作为一个推荐。未来我会继续更努力，希望社会上也有更多好的儿童节目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受邀担任颁奖嘉宾的立法人林月琴也呼吁政府应该多挹注经费资源，支持业界制作更多优质的儿少节目。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也就是在鼓励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可不可以多花一些心思在儿少节目上，而不是我们成人的节目。因为儿少是我们下一代，如果有优质的节目带领他们认识世界，这至为关键。可是在网络世界里边越来越多元的时候，我们更担心的是优质的节目如果没有办法一直被鼓励去提升的话，那就会被网络世界淹没。可是网络我们现在又没有管控，所以我们很期待说这样的颁奖事实上感觉是一时的，长远我还是要觉得很感谢这些在前面在制作这些节目的人，这么努力辛苦的为我们台湾的儿少节目尽心尽力。然后我知道经费不是很多，可是还是很努力的把这一块做好。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方面，除了感谢中嘉宽频等企业及政府相关单位的赞助支持，让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评选能连年盛大举办，更希望社会大众持续关注参与，一起壮大儿少节目产制环境，为儿少观点及权益勇敢发声。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